大粒圆圆的红球就安尼卡伫南美馆二馆的门口，馆内馆外拢吸引不少人潮，四周围溜起红色线，天气非常的热，也阁有侪侪民众拢咧排队。等咧看红球互动翕相。我们台南市美术馆，我们个人感到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公共艺术，也是一种行动艺术的概念，能够把艺术滚进南美馆，我认为也正符合我们南美馆要迎接全民美术馆的一种态度。红球计划办理到今已经进入第6天。为第1天的接观亭，过来有结合水景的台南公园念书亭、成功大厦未来馆等等，每一个所在拢是美国艺术家波西克所挑选，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府城的古迹巷弄堪人文风景。We did actually together during December, and the site selection is really like a research period. So we're going around the city looking at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weighing them to create like a choreography of 10 ideal sites, how to open, where to close. And so the museum today is part of that pattern. 文化局表示，过去5天，每天去的人数大约将近10000人，预计连假期间人数可能会阁增加。剩的4天会出现伫和乐广场、新华街夜场、竹溪水花园区、康大南门城，欢迎民众把握时间来到台南追红球。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。